我哋今日嘅講題係左傳，歷史嘢、小說嘢。學術界普遍認為左傳屬於編年史，作為歷史，照理應該係實錄，而唔加虛構。但係左傳裏邊好多嘅記載，好似唔可能係實錄。例如左傳魯桓公15年裏邊記載話，寨仲尊鄭伯患之，使其世雍九殺之，將享諸交。雍基師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鄭國嘅大夫寨仲專權，鄭厲公就擔心呢件事，於是派寨仲嘅女婿雍九殺寨仲，準備喺郊外設宴嚟招待寨仲。咁雍基知道咗呢件事，就同佢媽媽講：父親同丈夫邊個親呢？呢雍基嘅母親就話：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喺女子結婚之前，人人都有可能成為佢嘅丈夫，但係父親呢就只得一個，點可以相比呢？咁聽完我媽媽咁講，雍基又同佢父親寨仲講啦，佢話：雍九佢唔喺自己屋企招待你，而喺郊外設宴，我就有啲疑惑，所以特別咧話俾你聽。聽咗雍基咁講，寨仲呢就殺咗雍九，施諸周氏之汪，將雍九嘅屍體就係擺咗喺周氏家族嘅大祠側邊，公在二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呢個鄭厲公呢就係將雍九嘅屍體揾車呢載咗，就係出奔離開呢個鄭國。佢話呢咁重要嘅事，竟然同婦女商量。婦女一般呢都係唔受得秘密嘅，所以呢佢今次被殺都抵佢死噶啦。夏天鄭厲公就出奔去到蔡國。雍基同佢嘅父母之間嘅談話，有邊個會聽到而將佢記低呢？既然唔係實錄，點解左傳會記載呢？另外，魯桓公18年嘅左傳記載，魯桓公同佢嘅夫人文姜一齊去齊國，文姜竟然同佢嘅兄長齊襄公私通。魯桓公知道之後，就責備文姜，文姜就將魯桓公責備佢呢件事話俾齊襄公聽，齊襄公就於是設宴招待魯桓公。喺宴會之後，又由齊國嘅公子彭生扶魯桓公上車，結果魯桓公係死喺車上。左傳魯桓公18年記載，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為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號，禮成而不犯，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佢話魯國人就同齊國講：我哋魯國嘅國君係畏懼你哋齊國國君嘅兵威，唔敢安寧咁樣居於魯國，嚟到你哋齊國係修昔日嘅友好關係。行禮完畢，竟然冇翻嚟我哋魯國。咁呢啲嘅罪咎我哋唔知要歸去俾邊個？呢啲咁嘅事情呢，諸侯之中呢係影響好壞嘅。請你呢以你哋嘅公子彭生嚟去除去呢啲咁嘅罪咎。
於是齊人呢就殺咗彭生。到咗魯莊公8年，齊國發生亂事，《左傳》魯莊公8年記載，齊後使連稱管治府庶葵丘，瓜氏兒王曰：及瓜而代，姬庶公民不治，請代弗許，故謀作亂。齊襄公派連稱管治府呢兩個大夫呢，戍守葵丘。嗰啲瓜熟嘅時候就出發去葵丘，臨行嘅時候大家約好，明年啲瓜再熟嘅時候，我就揾人嚟去替代你哋。姬庶呢字讀姬，姬就1年，已經戍守1年啦，啲瓜又熟啦。點知公民不治，呢個齊襄公呢音訊全無，連稱同埋管治府就主動請求揾人替佢哋，但係齊襄公唔批准，於是連稱同埋管治府呢就商量作亂。齊襄公嘅父親齊僖公，佢嘅同母之弟叫夷仲年，生咗公孫無知。左傳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牒如的。襄公出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呢個公孫無知得到齊僖公嘅寵愛，佢着嘅衫同埋受嘅待遇呢，好似係嫡子一樣。到齊襄公即位，就係減低佢嘅待遇，於是連稱同埋管治府兩個人就聯埋公孫無知一齊係作亂。連稱有仲妹在公宮，無寵，使諫公曰：妾吾以汝為夫人。連稱有堂妹喺齊襄公嘅後宮，得唔到齊襄公嘅寵愛，於是呢班人呢，即係連稱管治府公孫無知成班要作亂嘅人，就派連稱嘅堂妹係窺伺呢個齊襄公嘅一舉一動。公孫無知就對連稱嘅堂妹講：我今次舉事成功啊，我就會以你為國君夫人。冬12月，齊後遊於孤墳，遂填於貝丘。獻大字此，大家留意呢，就係個獻字有兩讀音，因為古代係冇出現嘅獻字嘅，所以出現呢個係個獻字。呢度就係讀做出現嘅現。獻大此有係嘅野豬出現，從者曰：公子彭生也。你睇野豬，就係公子彭生。公怒曰：彭生敢言？呢個齊襄公就好嬲，話：彭生你竟然敢喺我面前出現，射之，就射咗隻野豬。此人立而蹄嘅，嗰隻野豬呢，好似人咁樣，前面兩隻腳係舉起，就好似呢人咁樣企喺度。更加係似呢個公子彭生啦。所以公懼墜於車，齊襄公就驚啦，就喺車上跌咗落嚟。呢個墜字係個罪嘅本來嘅寫法。今日我哋加個土喺下邊一個濁字，濁字有時係冇得解嘅。總之一啲唔係好識字嘅人寫成咁。原來嗰個寫法呢喺説文就有嘅，就係從阜遂升。説文話呢個墜係從高墜也，喺呢個阜就係高山，喺高嘅地方跌咗落嚟，咁就係墜。而家呢就一般加個土喺下邊，
係冇乜意思嘅。於是啊，墜於車喺車上跌咗落嚟，傷足喪具，跌傷咗隻腳，又唔見咗隻鞋。凡諸懼於途人秘啊，翻到去宮中咧，就係叫佢嘅僕人途人秘咧。呢個廢字啊，有兩個音啦，有秘有廢兩個音啦。錄得明呢個唐初嘅大禹，就係佢注音有讀秘。呢個係因為古代冇 F 音嘅，所以咧呢個係本來讀秘嘅，就係叫呢個途人秘負責幫佢揾翻隻鞋翻嚟。點知忽得揾唔到，邊知呢個齊襄公咧就鞭打佢，現血鞭到佢咧出血，走出御賊於門啊！被鞭完之後咧，佢又離開個宮殿啦，又遇到呢班作亂嘅人喺個宮門嗰度。咁呢賊字咧唔係而家偷嘢嘅賊喎，呢個賊字你睇下嗰度有一個篆書寫法，佢本來係從戈則聲，係個形聲字，戈就係兵戈兵器，兵器係殺人嘅。遇賊於門啊，就係遇到呢班作亂嘅人要殺齊襄公嘅人，就喺宮門嗰度劫而速之，劫持住呢途人秘，然後綁住佢。秘曰：我係豫哉，我點會抵御呢？嗱，呢個豫字係一個假借字，係同音借用。說文本來個豫字呢，就係從樸吾聲，左邊有吾字，右邊有樸字嘅呢個寫法。本字就係隻手揸住兵器去抵御。呢個今日咧就變咗啦個寫法係嘛？而家個抵御咧下邊有士字，呢個士字啊，從事嘅御字咧係字也，係祭字，係一種祭字嚟嘅。咁所以啊，嗰啲字咧經過咁長時間啊，已經變得好緊要，好多用呢個假借字，同音音近就借用。咁當然啦，喺清代好多啲文字學家咧，就將呢啲字啊逐一咧係加以解釋清楚。譬如好似邵英呢個乾隆年間同段玉裁同年嘅同時嘅呢個邵英咧有本啊，就係說文解字群經正字，將經書裏邊嗰啲字啊，邊啲字係用假借字啊，邊啲字係用俗字啊，逐一咧係講清楚。好啦，呢個途人秘就話：我係豫哉啊，我點會抵御呢？坦而視之背啊！於是除咗件衫俾佢睇下背脊，順之見到咧，成個背脊都係傷痕，都係俾鞭傷傷痕。相信佢所講嘅説話，秘請先入，復宮而出，竇使於門中。呢個途人秘就請求我先入去睇下裏邊情況點。點知入咗去之後啊，入咗宮中之後，佢就叫齊襄公匿埋，然後先翻出嚟。翻出嚟咧，就同呢班要作亂嘅人搏鬥。呢個鬥字啊，而家左傳用個鬥字，呢個多筆畫呢鬥字咧係一個假借字，呢個係鬥木嘅鬥。本來個搏鬥咧就冇中間嗰個略呢個部分嘅。甲骨文搏鬥咧就係兩個人喺度打交，徒手相搏，咁啊打一輪咧係使於門中啊，喺呢個宮門嗰度被殺。另外一僕人石之分魚使於階下，搏鬥嗰年又係喺個石階度被殺。咁於是呢班作亂嘅人啊就遂入呢個宮殿啦。見到人瞓喺床嗰度，就殺咗佢。殺完之後咧，再望清楚啲，咦，殺錯人喎！非君也不類啊！呢個唔係國君嚟嘅喎，唔似樣嘅。原來咧，我係孟陽，又另一個僕人，就係扮呢個齊襄公瞓喺床上邊俾人殺。咁啊，殺咗孟陽之後啊，再睇下，就見公之足於戶下，遂視之而立
無知，見到齊襄公隻腳喺度門後邊望到佢嗰對腳，於是揾到佢啦，誰是之，要殺咗佢，而立呢個公孫無知做國君。公孫無知啊，同年青嘅仲妹、堂妹、仲妹讀仲啊，仲妹所講嘅説話係絕對機密，其他人唔可能聽到嘅，作反窺視國君嘅一舉一動，呢一啲咧點去俾外人知道咧？所以呢咁機密嘅嘢，其他人唔可能聽到嘅。至於屠人秘同作亂嘅嗰班人講嘅説話，以及作亂嘅人發現殺喺床上嘅唔係齊襄公，唔似齊襄公喎，咁呢啲説話喺忙亂之中啊，亦都唔可能有人係記低。咁點解啊？左傳裏邊都有記載呢？又另外喺左傳魯僖公22年，講到晉國嘅太子，當時咧係晉惠公嘅時代。咁啊，晉惠公咧得到秦國幫佢手翻入晉國做國君，就留低個仔太子羽咧，將留喺秦國做人質，所以晉太子羽為質於秦啊。咁喺秦國住一段時期，就覺得長期落去咧都唔係辦法，將逃歸啊，準備咧逃走翻去晉國，就同我太太同我夫人嬴氏講：與子歸附，不如咧我幫你一齊翻晉國啦。呢個嬴氏咧就話：子係晉太子，而欲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你係晉國嘅太子，受於秦國，喺秦國做人質，咁你又想翻去晉國咧？好啱啊，好合適啊！但係寡君之使婢子，是則根節，以固子也。我哋秦國嘅國君，我哋秦穆公派我服侍你，幫你咧拎毛巾、拎梳，想你咧係安安穩穩咁留喺秦國做人質。要從子而歸啊，係棄君命也，就係冇執行國君嘅命令，不敢從，亦不敢言啊。所以我唔敢跟你走，亦都咧唔敢講你要走嘅呢件事咧係講出嚟。嗱，晉國太子羽啊，喺秦國做人質，秦穆公將個女嫁俾佢，希望佢可以安心留喺秦國，但係最後佢都仲係要逃走翻去呢個晉國。於是同夫人嬴氏商量，佢哋之間嘅對話一定唔可能俾其他人知道嘅。點解左傳又加以記載呢？更多人談論嘅例子就係魯宣公2年曹魏自殺之前嘅慨嘆。當時晉靈公無道，口念衣貂長，從台上彈人觀其鼻懸也。宰夫而雄凡不屬，殺之。咁無道隨便殺人，於是個大夫趙盾就屢屢勸誡，要唔好咁殘暴，就引起晉靈公嘅不滿，派去勇士曹魏去殺佢。曹魏清晨就前往呢個趙盾嘅屋企，嗰時都未天光，趙盾嘅寢室嘅門咧已經打開咗。趙盾着好晒上朝嘅服飾，係準備上朝，但太早啦，其他人都未上朝，所以佢哋坐喺度閉目養神。才見到趙盾咁勤於政事，就好慨嘆。佢話呢趙盾呢個大夫不忘恭敬係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使也。呢個趙盾係念念不忘，必恭必敬咁樣為百姓做事，係可以幫老百姓係當家作主。
賊民之主，賊我哋啱啱講過啦，賊就係殺咁解啊，揸住啲兵器去殺，可以為老百姓當家作主嘅呢個大夫咧，係不忠於老百姓。但係我應承咗國君係殺佢嘅喎，如果係唔遵從國君嘅命令咧，又係失信於國君，一係就不忠，一係就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是但一樣索性咧，我自己死咗佢好過啦。於是捉懷而死，就係撞落棵大槐樹度自殺。自己同自己講嘢，有邊個聽到呢？究竟左傳係記實嘅歷史啊，定係虛構嘅小說呢？錢鍾書先生嘅《管錐篇》就話：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又冇錄音嘅工具，又冇速記嘅辦法，事不及舌。講完嗰啲說話咧就消失啦，就算快慢都冇咁快。但睇下左傳，何其口角親切如靈慶蓋語，好似真係聽到佢講說話咁樣，好似聽到啲人喺度大家談話。蓋非既言也，乃待言也，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其實左傳裏邊佢唔係記當時人講說話，而係代佢講出嚟，好似後世小說劇本裏邊嘅對話同埋獨白。左氏係設身處地，左傳作者佢係諗下呢個人物喺當時喺佢咁嘅處境，應該係講啲乜嘢嘢呢？於是依傍佢嘅性格同身份，假之後舌，假就借也，將自己嘅講說話嘅工具咧借俾佢，代佢講，呢係想當然耳。係佢諗一個咁嘅人咧，應該係講呢番說話，咁就代佢講。其實錢生之前林書咧已經係指出藏危自殺之前嘅慨嘆，係左傳作者潛心揣摩當時嘅情景而代人以言嘅結果，係隨筆裝點出數據慷慨之言。佢喺評點左傳嘅時候，對其中慌忙之間講嘅說話有啲虛妄嘅地方，佢就以文字波瀾，不必確有其事嚟解釋，並且直接將左傳係等同小說，當呢個小說嚟睇。清朝人馮振聯喺讀《聊齋雜說》亦都指出，千古文字之妙，無過左傳最善在怪異事，如常以之作小說看啦，就當佢係小說睇。其中一件怪異嘅事呢，就發生喺魯成公10年。當時晉國嘅晉景公夢見一隻厲鬼披發及地，一邊捶胸一邊跳躍，就幫呢個晉景公講：你冤殺咗我嘅子孫趙同同埋趙括，我已經得到上帝嘅允許嚟報仇。呢隻厲鬼就毀壞咗大門同埋寢室嘅門，走入去。晉景公就好驚，逃進呢個內室，點知厲鬼咧又毀壞咗內室嘅門。後來晉景公醒咗之後，就召見桑田嘅巫師，問佢發過咁嘅夢，所主吉凶如何呢？巫師就將晉景公嘅夢境再重複一次，竟然同晉景公所發嘅夢咧完全一樣。晉景公又問：咁點咧？咁巫師就話：國君你係食唔到今年收成嘅新麥啦，新收成嘅時候你都唔知去邊啦。晉景公後來就得到重病，向秦國請求良醫去醫治，要佢派個良醫嚟幫佢醫。秦桓公於是派咗醫喚去晉國
幫呢個晉景公係診治。點知醫換啊都未到晉國，晉景公夢見咧佢嘅病啊係變成兩個細佬哥，其中一個講話呢個醫換啊係一個良醫，我驚佢嚟到咧係會傷害我哋。如果要避開啊，要走到咩地方好呢？而另一個細佬哥就話啦：我哋只要啊匿埋喺方之上高之下，喺橫膈膜之上同埋心臟之下嗰個地方咧，就係啲藥啊都去唔到嘅。咁佢就無奈我何啦。醫換到嘅時候就同晉景公講：你嘅病啊冇法子醫啦，因為病咧係喺方之上高之下，喺橫膈膜之上，喺心臟之下，係用艾草去用艾灸又醫唔到，針又去唔到，藥力亦冇用，所以冇法子醫。晉景公就話：呢個醫換真係犀利，真係良醫。於是就送咗豐厚嘅禮物俾佢，就送佢翻秦國。到6月初6日，晉景公就想食麥飯啦，於是就要負責食物嘅人呢係獻上新麥，由廚師去烹煮。啲飯做好之後，晉景公就召見桑田嘅巫師，將煮好嘅新麥飯俾佢睇下。我食唔到麥飯，我而家就食啦。跟住就殺咗佢。晉景公咧就準備食麥飯啦，突然之間肚痛，於是上廁所跌咗落去個廁坑度死咗。有個宦官咧，佢朝早啊發夢，夢到自己啊孭住晉景公係升天。到中午嘅時候，啲人聽到咁嘅夢境咧，於是就派佢啊將晉景公喺個廁坑度孭翻出嚟，就以佢咧做呢個殉葬。咁怪異嘅記載啊，當然我哋讀起上嚟咧係妙趣橫生，真係咧可以當小說嚟睇。仲有一件怪異嘅事可以講下，就係魯僖公28年，晉齊秦宋嘅聯軍大敗楚軍於城濮。楚國之敗嘅，當然有好多問題啦，有戰略、戰術等多方面嘅因素。但係左傳咧，仲記載一件怪異嘅事。最初嘅時候啊，楚子玉自謂奇辯玉英利之服也，善戰，夢河神為己曰：比如賜盟珠之味弗之也。大心與子西，使榮王間弗聽。榮歸曰：使夷離國，猶或為之，放其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祭司，將何外言呢？弗聽就係佢做好呢個奇變玉英，用玉嚟做裝飾嘅嗰啲馬帶嘅帽，同埋啲韁繩。最初新簇未用過嘅。善戰，喺呢個城濮之戰之前，子玉就發夢，夢到河神同自己講：你將你嘅奇變玉英送俾我啦，我就會將盟珠一帶嗰啲沼澤之地賜俾你。呢個微啊，呢個寫嘅微碌嘅微，其實係借咗咧嗰啲水草相交嘅地方，嗰啲沼澤地嗰個微，嗰個本來係從水微升嘅。但係呢個子玉唔捨得，忽之啊，終於係冇俾到。咁佢個仔咧大心同埋呢個大夫呢個子西就揾咗榮王去進諫，但係子玉咧都唔聽。榮歸曰：榮歸其實榮王。呢左傳有一個問題，有時咧就係講下又轉咗個名，其實都同一個人。榮歸曰：使夷離國猶或為之。只要對國家有利，就算死都在所不惜。何況只係其玉啫嘛，今算係糞土，
完全冇價值嘅，而可以祭司，而可以幫啲軍隊打勝仗，將何愛言呢？點解你咁中意唔捨得呢啲咁嘅玉呢？點知呢個子玉一於唔聽，咁榮王離開咗子玉嘅軍幕嗰度咧，就出嚟同大參同埋子西講：非神敗靈魂，靈魂其不勤民，實是敗也。唔係何神要令到我哋嘅宰相，我哋嘅靈魂子玉失敗，係我哋嘅宰相不以百姓為念，係自己招致失敗。咁打敗仗啦咩？最後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曰新式之老何？打敗仗，我哋新式嘅子弟死得七七八八，死咁多人。如果大夫你翻入我哋楚國，點樣面對新式嘅父老？點樣向佢哋交代呢？子西孫伯曰，就係子玉個仔子西同埋大夫孫伯就話：得臣將死啊！子玉咧，佢準備自殺噶啦，佢要自殺噶啦。不過二臣子之我哋兩個阻止住佢，叫唔好自殺。軍期將以為祿，同佢講：國軍係準備殺你，你唔好自殺。最後及連谷而死。最後呢，去到連谷越嚟越近楚國啦，但係呢個楚成王呢都冇下達呢個赦免呢個子玉嘅命令。終於呢，子玉係自殺。呢場呢令到子玉自殺嘅城濮之戰，佢又奠定咗晉文公嘅霸主地位。晉文公嘅霸業得嚟咧係唔容易嘅，而晉文公本人亦都經歷過長期嘅艱難險阻。佢嘅父親晉獻公寵愛驪姬，聽從驪姬嘅讒言，逼死咗太子申生，又派兵攻打自己嘅另一個仔，就係重耳，即係後來嘅晉文公。重耳封地蒲城嘅老百姓就準備幫重耳手，係迎戰晉獻公嘅兵馬。但係重耳本人顧念親情，寧願係棄國逃亡，而唔願意反抗。左傳喺魯僖公23年、24年就記述咗重耳出亡同埋翻去晉國嘅故事。文章嘅前半部分記載嘅史實係始於魯僖公5年，成個故事歷時長達19年。喺期間呢，重耳出亡，經歷敵、衛、齊、曹、宋、鄭、楚、秦咁多個國家，牽涉嘅事件繁雜瑣碎，人物眾多。然而左傳寫得係有條不紊，波瀾疊起。文章最能夠掌握住個人物嘅際遇同埋性格，對重耳嘅形象作重點嘅刻畫，有正面描寫，有側面烘托，行文跌宕起伏，敘事嘅手法係富於變化，生動咁寫出一個容易發嬲又貪圖安逸嘅貴族公子，佢點樣喺多年嘅顛沛流離嘅艱辛歷程裏邊，逐漸鍛鍊出成為一個有志氣、有膽識、有機智、有量度嘅政治家，將佢嘅性格發展係寫得栩栩如生。嗱，你睇下左傳點記載：晉公子重耳之急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何。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教，罪莫大焉，吾其賓也。遂賓敵。咁晉公子重耳
係因為離機之難啊。咁晉獻公佢父親晉獻公竟然派人去蒲城去打佢。蒲城人呢係準備迎戰。魏希嘅左傳經世抄就話，可見啊重耳係得人，係得到人心。啲蒲城人欲戰，準備打啦，重耳不可啊，唔准。佢就話：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啊，於是乎得人。保，你睇金文嘅寫法喺青銅器嘅文字，要金文。佢寫法呢，個保字就係一個大人，我個父親就孭住個仔，保護個仔。於是咧，佢個仔啊就係靠佢保護，所以個保字啊就係有靠嘅意思。我完全係靠我哋嘅國君，我父親嘅命令。於是咧係有呢個俸祿，於是乎咧就係有人民，有啲老百姓啊係擁護自己，就同自己嘅父親同自己嘅國君較量，咁啊非常大罪。所以啊，我一於咧係唔能夠抵抗我父親派嚟嘅兵馬嘅，所以我就走啦。我就一於咧就係逃離呢個晉國算啦。遂奔狄，於是走到去狄族。從者胡偃、趙崔、顛羯、魏武子、司空、季子，呢舉咗5個人。其實跟埋重耳一齊走嘅唔止5個嘅。敵人伐長高原，獲其二女，叔魏、季魏，納諸公子。呢狄族咧，佢係打呢個赤狄嘅另一族，呢個長高原，就係得到咧長高原兩個女，叔魏、季魏，佢係姓魏嘅，所以兩個女咧就係叔魏、季魏。納諸公子啊，就送俾公子重耳。重耳呢係娶咗季魏，娶咗細嗰個女，生咗伯囚叔留。由於叔魏係砌趙崔，動詞咧嫁俾趙崔咧就讀砌，砌就係名詞，砌就動詞，嫁俾呢個趙崔，生咗後來好出名嘅趙盾。將識齊，好啦，後來咧佢就準備去齊國啦。諗下長期喺呢個狄族都唔係辦法，因為狄族咧唔係好強大，幫唔到自己咧係翻去晉國做國君。而齊國咧有齊桓公，正係當時嘅霸主，所以準備去齊國。咁齊桓公幫自己翻去晉國，於是同我夫人講，同季魏講，待我25年，不來而後嫁。你等我25年，25年我都唔翻嚟咧，你就改嫁啦。吳海生嘅左傳未話，以25年為期，蓋其經營霸業，空有成算。佢點解要咁耐，要25年先改嫁呢？咁樣，因為佢有一個宏圖大計，準備咧係成就霸業，咁要一個長時間先可以成就呢霸業，所以就同季魏講，待我25年，不來而後嫁。咁你季魏就話：我25年已啦，我已經25歲，又如是而家，又再等多25年，我都50歲啦。以前嘅人係冇今日嘅人咁長壽嘅，已經50歲都差唔多咧，係等住瞓棺材噶啦。所以你無謂再講啦，我一於等你啦。前後處敵12年而行啊，就喺狄族嗰度住咗12年，然後離開呢個狄族。李兆松左傳快讀就話：佢話此篇呢篇文章咧係隨意兼行格，又格序格意，為明年秦立重耳係章本，就係準備咧為跟住嗰年秦穆公就送重耳翻入晉國，就係先係幫讀者咧係有啲心理準備，但係佢從頭至尾係力敘一篇，係將啲事情咧就詳細講一遍。睇佢通篇嘅神氣係
係直貫末段，嗰啲文氣啊係一路貫穿到末段，好似群山萬壑赴荊門啊，係極天下之奇觀也。裏邊好多呢天下奇觀，而歷聚諸國，講佢喺各國發生嘅事呢，忽而悲涼，忽而熱鬧啊，直作絕妙嘅劇本。根本上就係一個呢係非常好嘅劇本，好多啲妙事，而其中呢啲文章都極好啊，所以有天生嘅妙事，天生嘅妙物。呢啲評呢個左傳呢個宋朝開始啊，一路到清朝都好流行啊，好多嘅評論左傳嘅文章。喺201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咗李慧君嘅左傳集慶，就將呢啲嘅評論嘅文字收集埋一齊，一共有4冊，咁啊將全世左傳評點作品係擺埋一齊4冊。